最近常常传出鸟鼠出现的消息，上北拢有人确诊汉他病毒，而且荷兰的观光游船嘛传出疫情。中国宣布伫埃及才开了双人纪念碑，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但是外交部表示无这回事。英国的马铃薯鱼因为成本加悬，佮加上原料雪鱼会当掠的配额减少，即摆一份就要台票600块。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最近台北市不时传出有鸟鼠出现，就网友家己做一份同步的地图，看会出来这真是有真侪所在拢有鸟鼠的形影。大家即摆会惊到安尼皮皮喘，就是因为鸟鼠是汉他病毒主要的传染来源。汉他病毒就是一种透过鸟鼠的排泄物相互的病，可能会引发出血，嘛有可能会造成肺炎。其中，这个肺症候群致死率上悬上到50%，这是真严重的。伫咧湘北嘛有传出确诊的病例，这两个病例拢是70外岁的男性。台北的个案伫咧发病了后过身，后来因兜的鸟鼠是有验出病毒阳性。也若新北的个案经过治疗是有顺利好起来，不过目前也是找无感染源。运动快了，赛跑你拢无哦。线形公园的草坡顶面有真侪鸟鼠坑，边仔树基已经整理过啊。位伫双连捷运站边仔市场是真闹热，也毋过进前有民众伫社群顶面分享一段阮那只鸟鼠伫草坡顶面扫来扫去的影片，互民众烦恼鸟鼠断生的问题。就在那边跑来跑去而已啊，那有整理过啦，现在都没有啦。最近的老鼠是比较多，水沟或是比较阴暗的地方，多少都有了一些老鼠。附近的民众讲，满满一箱鸟鼠药啊，民众讨价这边无啊，也提醒心熟民众去饲鸟啊，接个鸟鼠少来，建议市府要加强处理。现行公园的部分，你会看到有一些鸽子啊，那就有人不当的在那里喂食这一群鸟，鸟吃完的，剩下老鼠吃嘛。那你长期有在投喂的话，它一定会定点在这里。市狗的主人也惊讲狗仔会去食着鸟鼠药啊！环境部长彭启明未来会要求市府来公布这鸟鼠药藏的所在，也建议地方首长会再启动跨局处合作，对症下药。市府的首长一定要亲自下来开会，然后来督导，然后定期呢跟市民朋友报告，一定要有决心才能够解决这个鼠患啊。市政府我们一直以来就跨局处在进行整个处理老鼠的问题，全面的来进行。从年初开始，我们都没有松懈，接下来会拟定很具体的应措施。台北市环保局也进一步指出，鸟鼠较接出现的所在是大安区、中山、中正、大同、艋舺，不过数量不是真多，局处会真拍拼来清洁。最近新北淡水一个70岁查甫人确诊汉他病毒症候群，卫生局讲个案无明确接触鸟鼠的情形，这感染源依然伫咧调查。有民意代表是记录这位民众的真情，讲伫南口运动公园有鸟鼠真接出现。针对我们的地下水道或防火巷，还有周遭的环境，全力的来落实到位的清理。你没有直接接触到它，但是如果你的环境中有老鼠的排泄物，它引起了一些尘土飞扬，那你吸进去了，或者是不小心接触吃进去，都有可能。医师指出，为着汉他病毒的症状甲感冒差不多，拄开始时较无大看出来，可能出现发烧、胃寒、头壳痛、肌肉酸痛这情形；严重时甚至出现有出血的情形，像是目睭结膜、有血、腰子功能受损，也是肺炎的症状。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汉他病毒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有一只观光游船，若像是爆出汉他病毒，目前传出有6个人感染，其中3个人已经死亡。世卫组织除了调查游船的卫生状况，嘛请各国协助送院治疗。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经营的极地观光游轮“丰德阿苏号”，登为世界上南边的城市阿根廷乌斯皇亚，前往非洲西岸的岛国为德国共和国。伫经过大西洋的半路中出现汉他病毒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初三伫 X 杯台证实，这个事件总共6个人去卫着，其中3个人死亡，死亡的其中1个人确诊有汉他病毒。荷兰外交部发言人证实，死亡的3个人当中有2个是荷兰旅客，卫着的其中1个英国籍患者，当咧南非的加护病房治疗。
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表示，汉他病毒主要透过客气动物传播，尤其是接触到因的屎、尿甲喙烂。世界卫生组织除了调查邮轮的卫生状况，嘛协调各国协助医疗后送甲风险评估。南非发言人莫哈莱表示，伫邮轮顶有一个有疑似病款的70岁旅客已经过身，遗体目前安放伫南大西洋英国属地圣赫拿岛。伫这进前，伊是出现发烧、头痛、腹肚痛甲走饱的症头。伊69岁的某嘛伫船顶出现无爽快的状况，送去南非约翰尼斯堡的病院救治的时不幸过身。根据泛海探险公司的介绍，这只邮轮总共有80间客舱，会当容纳170个旅客、57个船员、13个导游加1个医生。大多数的客舱是双人房，部分客舱设有3个到4个床位。南非卫生部声明表示，这只邮轮有150个游客。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解说，感染者可能会并发汉他病毒气症候群、甲汉他病毒出血热病性症候群。死亡率大约是38%。目前无针对汉他病毒的特效疗法。BBC 指出，奥斯卡影帝95岁的金哈克曼，伊63岁的太太风传贝基，伫2025-3月就是治疗汉他病毒引发的呼吸系统疾病过身的。公司新闻新6倍编译。中国一直上空上拍，想要证明家己有台湾的主权。这回中国宣布要伫咧埃及采纪念碑，因为这就是1943年中国、美国甲英国3个国家发表开罗宣言的所在。采纪念碑就是为着要搁一届强调讲台湾是中国的。讲到这个开罗宣言，这是中美英3国针对日本所发表的一份声明，也就是讲，无领袖签字，无算是正式的条约。书中写的内容就有一条是讲到，甲台湾甲澎湖献予中华民国。注意哦，这是讲中华民国，毋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好，这是头一点。后来二战结束，国际之间签署旧金山合约，这届就是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内底有讲到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主权，毋过重点来啊，伊无讲到归还的对象，所以上尾的决议就是台湾主权未定，这是第二点。咱的外交部就讲话啊，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一切拢是以新的约定为主，所以旧金山合约决议就会当取代开罗宣言的立场。毋过，无论安怎讲，为下倒来2点，咱就会当知影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头到尾拢无统治过台湾，咱台湾嘛绝对袂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强化一中讲法告出之后，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即阵讲开罗宣言是确认台湾是中国袂使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甲法律依据，所以当地1943年签开罗宣言所在地的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碑文写台湾回归中国是日前胜利成果，这互咱外交部正式背回。这是中方恶意歪曲史实，意图将台湾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而且持续胁迫台湾的行径。外交部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客观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无权以任何举措企图匡称在国际社会代表台湾。去年是二战结束80周年，中国就乱用年代2500号决议，也甲透过举行阅兵等一系列活动争夺历史的机权。学者分析，中国是要以法律战、舆论战消灭咱国国际法人格。不过历史事实真清楚，1943年参与开罗会议3国领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甲1949年10月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关系。中国当然就是想要做这个法律战的大外宣，然后形成一个国际的舆论。但全世界不到30%的一个国家完全接受北京对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这个一中原则的含义。看日前时期的3大文件，开罗宣言讲，日本为中国窃取的所有领土，像台湾、澎湖群岛等，应该还予中华民国。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是国际声明爱履行开罗宣言的内容。不过1952年生效的旧金山合约，敢若讲到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澎湖等岛屿的一切权利，无指明主权归属国家，而且进前 AIT 嘛罕见表态讲。
讲以上的文件拢无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批评中国以错误的讲法，想要甲台湾伫国际社会孤立。美国国务院嘛强调，会持续伫中国的压力下支持台湾，反对改变现状。记者综合报道。面对中国施压，台湾无咧惊。赖总统赖清德也是想办法到苏瓦蒂尼访问。美国嘛，甲咱小天认为讲，台湾的总统出访本来就无应该政治化。不过，有学者提醒讲，未来中国可能会加强施压，台湾的外交考验恐惊是会愈大。伫中国的施压抑个封锁之下，赖清德总统成功突破封锁，到苏瓦蒂尼访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顶悬着写：两岸伫咧非洲小国比拼意志力，台湾用智慧拼过中国。报道赖总统伫咧争取外交的胜任积极当中成功提分。美国国务卿嘛表示，台湾是美国抑个真侪国家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讲台湾总统出访苏瓦蒂尼是例行的访问，无应该放政治化。外交部处长吴志忠接受法国《世界报》访问的时阵，就讲，虽然中国不断咧施压台湾，毋过袂使阻挡台湾成做世界袂当欠缺的一部分。赖总统出访了后，对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影响嘛，值得观察。像讲刷落来就是川西批，中国敢会愈打愈硬，要求川普就爱调整对台湾的态度。抑个11月伫咧中国来登场的 APEC， 咱敢会使顺利参加，拢正做关心的焦点。因为目前两岸关系是相对是比过去更严峻，所以北京对台湾的一些外交的封锁比过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觉得台湾要有心理准备，应该会面临一波又一波这个北京比过去更强大的一个打压的这种力道。学者认为，赖总统投出这球变化球，中国一定会想空想胖，要把主场优势摕到转来。台湾面对外交的考验，爱承受压力甲风险，这刷落来一波一波拢会对得来。As we want to achieve peace and we love to negotiate, willing to negotiate with the PRC about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Taiwan Strait, but you negotiat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not of weakness. So having a strong defense is the best way forward. 针对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愈来愈强烈。我国驻美代表卢大雷接受专访的时阵，就讲台湾愿意甲中国来做对话，毋过咱嘛确保咱有充足的实力，会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也阁有社会韧性。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展开一项叫做“自由计划”的行动，要派美军来引导调伫咧荷堡珠海峡的商船安全离开。另外，伊朗嘛提出一份和平提议，希望30日以内会当停战。不过，伊嘛强调讲，这内容是无牵涉核武的议题。因为即马真侪国家的商船调伫咧荷堡珠海峡无法度经过，所以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社群平台公布自由计划行动，自中东时间7时半暝开始会来启动，要引导这个船顺利经过海峡。川普强调，这个船只甲中东战争拢无任何的关系，所以承受食米抑个民生物资用了的苦楚。美军会提供安全指引，嘛放掉伫咧护航的过程中，若有人来干涉，美军绝对会互因好看。面对美国的军事动作，伊朗这方面已经公布停战的方案。伊朗的外交部证实，已经送予美国一个14点的备忘录。这备忘录内底讨论的，敢若讲到结束战争的代志，无要讨论核武的议题，嘛强调这份计划需要留1个月的时间，和双方做伙来参详。منحصراً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پایان جنگ. مواردی که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 حوزه هسته‌ای گفته شده مطلقاً در این طرح وجود نداره. 虽然伊朗有提出停火协议，毋过伫伊朗内部嘛是有强硬派的声音。伊朗的议会副议长就放掉，荷堡珠海峡绝对袂转去甲战争以前的状况。若对乌兰即马按算要来修法，计划要来永远禁止以色列抑个美国的船只通过这条水道，其他国家的商船是爱得到许可，爱纳服务费。伊朗收到这个钱，会来强化伊朗的国防抑个基础建设。公司新闻郑威林编译。2023年68年和平奖得主伊朗的记者兼女权运动家穆哈马迪一时去互当局关起来。不过最近却传出讲伊当病送医的消息。不过这个病医是正欠缺医疗资源，家属就认为讲爱转送予专业的医生来治疗。因为伊的律师是主张爱随放人。路透社报道指出，穆哈马迪近人伫伊朗西北部的渐渐省。
2天前，紧急队加到封锁往边送入心脏科病房，情况是真危急。对着穆罕默迪血压真无稳定的状况，病院敢若甲伊斗算术帮助伊喘气的方法，家属认为这对着改善病情拢无帮助。پزشک قانونی استان زنجان گفته ما نمیتوانیم این کارو بکنیم، باید دکتر معالج خودش نرگس در تهران قرار بگیره. بعد در 11 سال بعد این در کشور غریب چیز شدن و این تنهایی خیلی بهشان فشار آورده و این خبرها ناراحتشان میکنه، یعنی بدونی که مادرشان ببینن و بدونن حرف بزنن ناراحت میشن. 定伫公开场所，无爱目头巾来凸显女权的穆哈马迪，2005年12月第14摆被抓起来，并且被判处7年半有期徒刑，予伊总计刑期加起来前后超过38年的时间。 ببینید جامعه ایران برای رسیدن به دموکراسی به ابزار قدرتمند تقویت جامعه مدنی و تقویت جنبش زنان به خصوص بعد از جنبش زن زندگی آزادی نیاز داره و متاسفانه خب جنگ این ابزار رو تضعیف میکنه، از قدرت اونها کم میکنه. 不过，若是家属甲律师无都甲穆哈马迪联络到，流亡在外的伊朗人甲伊朗国内联络也完全拢断去。敢若是2026年，伊朗当局就以国家安全为理由，2摆切断对外口的网络的连接。首先是1月中间造成几千人死亡的全国抗争，随后是2月28开始，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了后，一直到5月初3，伊朗网络断线连线超过65天。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 英国的马铃薯鱼是真侪人爱食，就亲像台湾的卤肉饭同款。不过即阵煞因为成本加悬，佮加上原料缩鱼会当掠或者配价减少，即摆1份就要大票600块，互真侪民众拢怨叹讲补袂落去。 200个米粉锅只加酥酥细细，搁再配现制的马铃薯，这是英国上代表性的国民美食。不过怎么被点1份来食，计效无俗。伦敦这间煎鱼马铃薯条店，10多年前1份乌线细鱼套餐无够6英镑，不过怎么就要15.5英镑，差不多大票600外块，成本一入去，业者人气拢挡袂牢。 Since the Ukraine war. As we all know, prices have gone really high, and our gas and electricity have gone through the roof, about 300% more than we used to pay before. The Barents Sea quota for cod reduced. In 2019, it was 1 million tonnes total allowable catch. So that's how much fish they're allowed to pull out of the sea. This year, it's 285,000 tonnes. So it's around about a quarter of what it was in 2019. 传统的细鱼计效一直降袂落来，业者只好变通，改用其他较俗的鱼，或者是把每1份产的量变较少。虽然老主顾也是来买，不过也强买挡袂掉啊。If it gets to £20, then yeah, you stop coming because it's like it's all right if it's one of you. If you've got 2 children and a wife, then it's like it comes to like a lot of money. 有统计，伫即马英国煎鱼马铃薯条店已经做3万外间，减到只敢若剩差不多9000间，所以政府即马要用43亿英镑纾困方案来斗3工，希望保掉这个当讲是国宝级的英国料理。公视新闻林义祖编译。科学家为了追踪观察头海翁，开发一款水下机器人，会当呛水入去1000公尺深的海底，佮会当透过声音来分析、来记录海翁互动交流的方式，了解因是安怎沟通的。这种声音是观察头海翁当地交流的声音。科学家发现，观察头海翁若利用这种声导航甲找食，嘛借由规律的声音进行社交沟通。由跨国性组织计划设计研发的水下导航机，成功追踪佮记录这个定位的声音，比英国感应器较落去也是适应无共。这款无严谨的水下机器人用浮力带动，运作过程真安静，会当伫1000公尺深水区无干扰海翁的情况下持续追踪
通海洋电3个月，配备4支正好的麦克，会当精准侦测观察头海岸发声的位置。更重要是，这款水下巡航机有配备导航甲跨电脑协作的自主决策系统，会当依照海岸的动态，家己决定要扑出水面传输数据，还是改换方向，持续追踪海洋电。So it essentially is like a fully autonomous vehicle, kind of like a Waymo car, that's making decisions and being able to stay, even though it moves quite slowly, stay with whales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and allows us to get these longer-term data sets. 科学家伫1957年就发现观察头海岸会发声，一直无法度理解因到底安怎用声沟通。新型的水下巡航机突破限制，会当依照深海环境修正路线，所以当长时间跟随海岸，仪器记录观察头海岸甲藻仔互动的声音，透过卫星传起哩资料库，再用 AI 进行语言结构分析甲转译，协助科学家建构观察头海岸沟通系统。Underwater glider is that it allows us to stay with like a mother and baby for months at a time as they start kind of clicking into that natal dialect.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never been able to do before. 这项研究系统嘛关心人类活动，像讲航运、掠鱼，也有离岸建设产生的噪音，安怎影响海岸的沟通行为。未来也渴望运用伫大象，也是食物者的跨领域的研究。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古埃及的统治者法老王大多数拢是男性，不过嘛捌出现过女性的法老王，其中一位真有名的就是埃及艳后。西班牙设计虚拟实境 VR 的展览来介绍女法老的一生，声超过20万人。也即阵展览嘛伫咧英国推出咯。第360度虚拟投影出来的古埃及皇宫内，女法老王当咧看前线转来的战报，刷落来罗马帝国的屋大维打败女法老王的精灵，夺取罗马政权，嘛互女法老王统治的埃及接做罗马帝国的附庸。这位号做克里奥佩特拉7世的女法老王，就是后世人讲的埃及艳后。Everybody has an idea of Cleopatra and what her story means, and some people might focus on the politics, other people might focus on her appearance or her relationships or that kind of thing. What the exhibition does is it sticks to what we know and tells the story on the basis of what we know. 克里奥佩特拉7世为着要夺回埃及的政权，前后正做凯撒甲马克安东尼的精灵，不过最后也是伫海战当中失败，却自杀身亡。The great advantage of this one is that it is going to give people a really vivid idea. So hopefully they'll come away understanding the way that the events of Cleopatra's life unfold, but also the kind of backdrop to that. 克里奥佩特拉7世伫历代女性法老王当中，统治的成绩甲历史地位无算出色，不过充满传奇的一生，是真侪电影甚至电子游戏上好的题材。对木片时代的蒂达巴拉到好莱坞巨星伊丽莎白泰勒以及少年一辈的盖尔加朵，数十名女明星拢捌扮演过这个角色，证明埃及艳后。伫咧死了2000多年的即马，也佫有相当的商业价值。这项展览进前伫咧西班牙马德里展出，访问超过20万人。伫咧英国伦敦了后，佫有6个国家的城市伫排队等待。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